好，咱们再学一个小时啊。看这个179页中间这儿啊，看那个语法，就是第3句后边呢，奈和呆呆台前后动词的动作发生时间，也可以是不分先后的。前边讲的就是说，他们表示这个连贯呢是前边的先发生，然后发生后边的。他这儿说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前后动作发生时间呢，可以是不分先后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是同时的，还可以是后边这个，就是或者虽然前一动作发生在先，但在后一动作进行中呢，仍然继续。就是第一个动作并不是说做完了之后再做第二个，它是第一个一边做着又发生了第二个，各种情况。这时前面的分句注意啊，往往带有一定的修饰作用，如表方式，就是在什么的情况下做后边。比如说笑着说，他就是不是说笑完了不笑了然后再说，他是一边笑一边说，是笑着说，笑着就表示方式，就好像起状语的作用，所以这个动作呀，有时候前边那个动作对后边就是状语，就好像咱们前边出现了一个说缺醒松袜，就是它不是说两个并列动作，是为了找去走，它是这个一个状语形式的，说明它目的。好，咱们来看具体的啊。김닭이 푹 김是家，达是我主人自己，家主这直接就是家主，这一般译叫长者。长者的儿子干什么呢？看后边啊，판친도 떼먹라 줬나 판친도 떼먹라 줬나潘是往那边去，亲是往这边来，潘亲放在一块儿呢，就是来回，就是也往那边也往这边，互相到处，下边译的是到处，就是就是个来回走，就是这个就是直译是来回走，这个实际上就是到处走。潘亲度，这就是一个这个状语性质的，就是形容后边的这个着走，怎么走呢？就是到处走，走前边还有一个目的，走是干什么呢？拉前边是，就是这是目的。demo 目的是看那个热闹 ，demo 热闹。为了拉着就是为了为格，为了看热闹走。为了看热闹到处走，拿这个拿呢，就不是这个如果呀，在什么，也可以说是在他到处走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时间余格，也可以是这个就是一种语气词，就是咱们前头经常说，就是既然他到处走，后边是怎么着，也可以不是既然，就是一个这样，就完了，就是。这个拿有时候也是比较这个表示的意思也很虚。整个这句意思就是说，长者的儿子呢，这可以，就是这是在到处去看热闹的时候，时间余格这比较好。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恰提给不啦，恰提给不啦。恰是鸟，提是那个鸟，那个鸟的背上，个背后背，背后，拉在背上，然后呢，读内，读两个意思，一个是坐着，这个短时间就是坐着，长时间就是居住，这个地方就是坐着，就是长者的儿子去到处看热闹的时候呢，就是出去的时候。他就坐在那个鸟的背上，这就是前边说的，他不一定是说坐到背上之后，就是说，
那就是到下又从背上下来了啊，做了之后完成这个动作，不是，他就是一边坐在背上一边做后边的动作，哎，所以说他说这个动词可以不分先后嘛，哎，直接或者是表示形式，就是什么呢？他后边的这个行动啊，都是坐在背上，以坐在鸟的背上这种形式来进行的，哎，下边啊，且开始行。且开始行，注意这个且呢，你这个有时候分析句子就得注意了。这个地方怎么会出一个这个做的过去时呢？实际上它不是做的过去时，它是给这个卡加了一个撒，给这个鸟加了个撒，就是鸟成了这个主语了。鸟带着 care 带着嘛，鸟带着，哎，有鸟带着，用鸟带着，哎，行和用有鸟带着干什么呢？南卡拉普的，南卡拉普的，南卡天空，拉在天空里，天空上，普飞，对，这就是这个先不说带啊，就是说前面的意思就是说。他出去玩的时候就坐在鸟的背上，坐在鸟的背上呢，然后呢，鸟带着在天空中飞，哎，你看，所以他坐在背上那个动作在这个时候是延续着的，哎，他是以坐在背上的方式，哎，在天空中飞，鸟带着它，像这个和呢，也是这种就是不是完全和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动作都是同时发生的。哎，鸟带着它，带上它在天空中飞，带就是说那个这个飞啊，并不是说飞完了，不是以后，是同时的，或者是说在飞的时候，主要就是走。这个走呢，就是指的去看热闹，你得走吧，走。用什么方式走呢？前边那一串都是说明这个走的一个状语形式的，就这样走。他坐到背上，鸟带着他在天空中飞，这样来走，这样去，哎，所以他这个例子就是说，得呢不一定是以后，是可能是同时的，也可能是两个动作，这个就是先一个动作还在延续，就是这个意思。好，咱们读一下啊。Kim da gi pu，Kim da gi pu，潘춘도 데모라 조나。潘춘도 데모라 조나。恰提格拉杜呢？恰提格拉杜呢？且开始行，且开始行。南卡拉普的着。南卡拉普的着。再看一句，说哈基给缺给，哈基给缺给，神一，咱们说过一个神什么呀？公主，公主成神了，那这到跟现在这个独生子女这个状况差不多，这个公主都成了皇上了啊，成了神了，一个神儿。公主的缺衣服，衣服的公主的衣服的后边啊，孔娃呢，孔娃呢，孔娃是什么呢？孔娃最基本的含义是上部前面，上面跟前面。还有一个意思是价值。哎，孔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上面跟前面。这是它的基本含义。在这儿呢，这个名词呢有一个特殊含义，就是衣领。这个可能这个衣领也是一个衣服的最上边吧，所以这个衣领呢，领子领袖一般说的头嘛，哎，所以呢领子是上边，哎，孔娃这就是衣领，衣服的领子，哎，衣领。这个后边啊，带动给
松乃吞，带动给松乃吞，带是这个，如果不带那个乙，光是这个打是这个见。它这个因为后加字是啊，所以它变那个阿克勾乙的时候就直接加一个那个加一个符号，就变成了这个见的。东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叫阔，发音是阔，字是一个竹字头一个舌头的舌，见阔，见的阔，一个竹字头一个舌头的舌。这是什么的？见哪儿有舌头啊？见尾，见尾有一个那个 V 字形的缺口。哎，见尾它不是羽毛吗？见尾的羽毛它往两边跑，它中间有一个 V 字形的缺口，就是指那一个 V 字形的缺口，叫见阔。K 是句格，用见阔，用见阔。怂是取的这个过去时，取呢有抓、取、提，有这个意思，就是用剑阔，他拿着一个剑，他用那个剑的那个尾那有一个缺口呢，他用那个尖儿啊来抓取什么呢？从他这个前边有一个乃，就是从哪儿抓取？哎，从什么地方抓取？他从这个公主的衣领抓取，就是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藏族代表团来求婚的代表团的那个团长叫噶尔这个大臣呐。唐朝出了一个什么难题呢？让300宫女从他面前走过，你给认出来谁是文成公主，你认出来了就嫁给你，是这个认不出来就完了。哎，这个各国代表团都在那儿，那别的国家代表团就傻了，就看不出哪个是公主来。他呢好像是买通了太监还是买通了什么，告诉他说那个公主啊哪儿有一个比如说什么痦子呀什么，反正就是他有那个他想了办法，哎，他能认出来。所以呢过的时候他就用那个剑的那个尾啊，哎，从那个文成公主从那过的时候他就用那个剑的尾勾住他的那个衣领，哎，把他给干什么呢？看最后一个动词，勾住衣领乃，这就是勾住衣领啊。后边啊，吞是什么呢？是拉扯、拽、拉拽。拉扯好写，那个拽就是一个提手，然后这边一个日字儿，再加一个跟葛字似的，哎，那个拉扯、拉拽，哎，拖拽。他这个拖拽这个动词前头那个乃啊，就不是说他用那个剑勾了衣领之后，然后去拽它，不是。他这个乃就是一个表示方式，他拽是怎么拽呢？就用那个剑阔勾住他的衣领给拽出来，哎，表示拽的方式成了状语性质了。所以这个乃呢，它有时候不是之后，它是这么着把它拽出来，就是用剑阔勾着他的衣领给拽出来，这个意思。语法意义就是这样。好，咱们来读一下啊。哈基给缺给孔瓦乃，哈基给缺给孔瓦乃，哈基给缺给孔瓦乃，哈基给缺给孔瓦乃。哎，这个乃是那个怂抓，要求就是说你从哪儿抓，要求一个乃。然后带动给怂乃吞，带动给怂乃吞，带动给怂乃吞，带动给怂乃吞。用剑阔抓着拽出来。好了，下边一个颂子萨迦格言啊。恰瓦切穷扛切干，恰瓦切穷扛切干，恰瓦切穷扛切干。恰瓦切穷扛切干。这个恰是做的，这前头是鸟了，这个地方是个动词，动名词，就是做的未来时，做的未来时表示所，就是表示所做的事情，所以恰瓦就是事情。切穷大小事情，
扛任何，或者是说不管是大小事情，或者是所有大小的事情，都可以，一切大小的事情，且做一切大小事，也，这后边有转折了，将就是转折，说做一切大小事情也怎么样呢？后边他把那个主语给弄到后边，这是宋的，没办法，他那个必须7个字一组，所以他主语在前面弄不下，他就给弄到，他认为弄到后边比较这个话比较好说吧。开背大度真得掐，开背大度真得掐，开背大度真得掐，开背大度真得掐。学者这个地方就不强调学者，应该是智者了，他强调他智慧，智者。大度经常的 dream 是什么呢？是拧紧。你比如说纺线的时候，它它轮子转，就是为了把那个线拧紧，螺丝拧紧，瓶子盖拧紧，拧紧，这是它的基本含义。这个拧紧再发展出这个引申出来抽象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加劲儿，就是加劲儿。再一个就是仔细，发展出一个仔细来，就是拧紧加劲儿，认真啊，认真仔细，加紧嘛，就说大伙加点劲儿啊，加紧干啊。实际上就是认真干、仔细干，有这个加力的这个意思。这是从它的基本含义是拧紧，从这发展出来的。这掐是做的未来时，做的未来时呢，一个是有做的意思，一个也有应该的意思。这个整个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说不管是大小的事情，做所有大小事情的时候啊，智者呀，他经常都是什么呢？就是认真的去做，所以这个呆形容后边这个掐做呀，就是呆就是成了什么呢？他就不是说这个认真完了再做，是认真着做，以认真的方式去做，它变成一种方式，变成状语，认真去做。看下边翻译的叫不论做大小事情，学者总是就是那个经常，都是认真去做。将是个转折，不管大小事儿，他都是认真去做。别的语法意也讲完了，咱们读一遍啊。恰哇切穷扛切干，恰哇切穷扛切干，恰哇切穷扛切干，恰哇切穷扛切干。开背大度真得掐，开背大度真得掐，开背大度真得掐。开背大度真得掐。好，过来又是一句萨嗲格言。雪娃白的锯那样，雪娃白的锯那样，雪娃白的锯那样，雪娃白的锯那样。雪娃就是木炭，白的白是努力地。你看它这个得也就是起一个状语，或者叫这个表示方式的，就是努力地，土也地，努力地做后边这个动作，它就是表示方式了。后边句是喜，这个拿羊注意啊，拿羊是一个词组，就是不要把拿理解成拿跟它分开，前边拿羊就是即使也就是即使怎么样也不行，就是那个拿羊就是即使如果这样也就是那样也即使那样也这是个词组，就是说前边说努力的洗木炭，努力的洗木炭也虽然你努力的洗木炭，即使你努力的洗木炭也怎么样呢？后边卡多嘎哇米西多，卡多嘎哇米西多，卡多嘎哇米西多，卡多嘎哇米西
卡多是颜色，嘎哇是白色的。这个嘎哇呢，本来是嘎波啊什么才是白色，它变成这个巴就是名词性之后呢，形容词变成名词性词组之后呢，有一个意思是比较级，就是比较白，是比较级，比较白。米细是可能，不可能颜色比较白。木炭你即使是努力的去洗，也不可能颜色比较白一点儿。颜色就是变得这个白一些。这个语法意义就是那个前边那个白的就是说努力地做后边那个动作，实际上变成状语性质，变成这个就是方式方法的那一种词组了。它不是以后了，别的没什么。读一遍啊，雪娃白的巨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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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多嘎哇米西多，卡多嘎哇米西多，卡多嘎哇米西多。卡多嘎哇米西多。再看一个现象，说内还可以跟忒结合成忒内，这个咱们前头见过。忒内它这叫然后于是，就是直接译就是那之后，就是然后嘛。或者咱们讲故事经常爱说后来，那之后就是后来。小孩老问后来呢，后来呢？那之后很常见的，用一后语分句前面。后来呢怎么样啊？然后呢？于是呢？表时间有先有后的连贯关系。好，我看一下啊。lun包拿人，lun包拿人，lun包拿人， lun包拿人。你看这个lun是lun包是在下边的那个写就，所以是笨蛋。语者说，这个拿人啊，咱们说过，就跟汉语的说是一样的，所以它那个主语呀不带句格，就是跟汉语说一样，就是直接加上一个说词儿，就在前头，什么别的也不加。开他们界点呐，开他们界来了，开他们界点呐，开他们界来了。开是您，他们界一切所有，那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个开也可以表你们，可以表复数，你们都，这就是你们都。点是正确、真理、对。注意这个拿呀，经常你要是不注意呢，可能被理解成如果你们都对的话，会理解成这样。但是有时候呢，它不是假设口句，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个咱们前面说语气词，就是既然你们都对，前边这就是一个既定情况啊，这样啊拿就是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它前头就是个语气词，没有实质性意义。说你们都对，如果这样的话啊，不是如果啊，是这个，既然你们都对啊，然后呢，俺样担备，俺样担备，我也对，你们都对，他这个译的是你们都对的话，这个看来有这个如果，有假设语气。如果你们都对的话，那我也对，那大概是他们说的都一样还是怎么着啊？反正傻子一般这个推理啊都比较简单，而且比较铁，不会玩假的。你们都对的话，那我也对，这个我也对后边呢加了个仨，这就是原因了，就是说，如果你们都对的话，我也对。因为这个情况会这个我在推理下边的啊，由于是你们都对，我也对，大家都对了，由于这是个既成事实，那就只能推出下边的结论来了。下边推出什么来呢？说苏米丹娜，谁不对？这个拿呢也不是如果，也可以说。如果说谁不对呢？如果问谁不对呢？也可以。如果问谁不对呢？苏米丹，谁不对？如果问谁不对，也可以这么理解。
也可以就理解成这个就是谁不对，就是一个虚拟词，就是就是问说谁不对呢？说你们要都对的话，我也对，那谁还不对呢？看后边啊，心给哈迪米丹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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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的神，这个树神不对。你看人家这个语者呀，说话说的都很那个精炼，要是辩论，这都是跟你说真正的辩论高手，那最后说话呀就得说到这种程度，那才叫高手，让你对方是没动的可端，无可怀疑。你看傻子说话都是这么，这个逻辑非常那个明白，你没有这个动摇之处。你们都对的话，我也对，那谁不对呢？那就是这个树神不对。由于这又是原因，既然树神不对后边看人家这个结论也很简单。托马日哎，托马日托马是开头，日就是再开头，也就是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也叫首先，首先先在先的时间干什么？有我干什么呢？叫哈迪塞，哈迪塞，这个神呢，塞烧了这个烧包括煎炸、什么烤什么，反正就是用火加温的那个都是它，基本含义就是烧这个我先烧了这个树神因为你们都对话，我也对，谁不对那树神不对。这样的话呢，我先烧了这个树神，然后体内可以让，然后这之后我先杀了树神，铁就代表我杀树神，我杀了树神之后，那之后，然后，于是或者后来，然后呢，你们可以让是你们。俺血迹解锁，我杀死，即这只是命令式，就是你们再杀我，你们杀了我，解就是说，你看人家这个傻子说的这个逻辑很清楚对，你们都对的话，我也对谁不对呢？树神不对，那既然树神不对，那你让我先把树神杀了，然后呢，你们再杀我，干干净净，说的挺好。语法现象就是体内这是咱们太常见了，就是那之后，然后很好说，读一遍论报那人，开他们界等呐，俺样等呗，苏米丹呐，心给哈迪米丹呗，心给哈迪米丹呗，托马日哈迪塞，体内可以让俺血迹解锁，体内可以让俺血迹解锁。再来一个，就是咱们前边说的那个，前边咱们大概比较新鲜的巴日爬日，本来是用作这个状语的那个词尾的，现在呢用于前一分句过去时动词之后，它前边是个动词，用巴日用在那个之后，动词前一定带否定词麻，其作用与乃相同，就是说前边是一个否定的动作，后边加巴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这个乃，就变成一个这个之后的意思了，就是没做成这个动作，或者没完成这个动作，这个
之后，然后后边发生情况。这是一个新现象，咱们来看这个例句啊。给龙给台巴汤，给龙给台巴汤，给龙给台巴汤，给龙给台巴汤。给龙，给是善，龙是起，起时的起，善起，善起是为善而起，就是比丘，哎，他是为修道而起时嘛，善起比丘。比丘是主语提，台巴是追赶，这个比丘追赶，然后唐呢就是起一个这个顺序作用啊，就是他去追赶，哎，然后发生下边的，也可以说同时就在追赶过程中，哎，所以这个唐就是比较灵活理解。下边啊，起来九马内，起来九马内，起拉是猫，如果是后边是最普通的那个尾叫起蛙是鼠，起蛙呢是鼠，起拉对着鼠的是猫，哎，你这么记，拉对着老鼠的是猫。这个如果光一个起呢，那就也可能是猫，也可能是鼠。你要看这个句子啊前后，你才能判断出来。就是光一个起，既有猫也有鼠。它基本上是属于鼠的这个字，就是起蛙是鼠。哎，然后你看起拉对着鼠，鼠的对面是猫，这么记。猫的九妈，九就是跟随在后边啊。马是这个一个词尾了，就是尾巴，猫的尾巴。乃咱们说了，又是后边那个动词要求的，后边动词是行乃，读一下。行乃，哎，行是抓，这个行是抓，抓呢，它要这个就是抓什么？它这个乃啊，不是从那个最基本含义是从。实际上它也是抓这什么，哎，这个乃就是说，它是说从这个哪儿抓呢？从那个猫的尾巴上抓。实际上译的时候就是抓着猫的尾巴，哎，它变成一种方式，状语方式的。抓着猫的尾巴，乃又是方式，就是以这种方式干后边的动作。以这种方式呢，又是状语。做后边什么动作呢？说你该吞呗，你该吞呗，哎，你是二，这个不要撒你嘎，这个嘎就是一个口语里头的这个就是随便说，就好像我们说儿，你说儿这个口语说这个儿子啊，这耗子，就是带一个那个口气。说你嘎就是二的意思，哎，后边就是一个口气，加上仨就是两个，他们两个这是做主语干什么呢？吞吧，吞前边说了就是那拉扯拉拽，他们两个拉拽，哪两个呢？就是这个比丘呢追猫，追上了，他抓住猫的尾巴了，猫往前跑，他往后拽，这就叫他们两个呢拉拽。由于后边加仨，由于他们两个拉拽，又发生下边的事儿。说九妈切的，九妈切的，尾巴断了，他们俩那个就不使劲往前跑，这个比丘就往后拽，哎，把尾巴给拉断了。拉断了之后呢，这个得就是又是拉断了之后呢，起拉马行巴削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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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没抓住，猫没抓住，没抓住猫，动语在后，宾语在前，没抓住猫，削弱跑了。前面的骑马莽暴削，就是那个削，就是失落丢失，逃走，还有一个意思是逃走，这就是没抓住猫逃走了，猫没被抓住，所以这个猫逃走了。猫这个地方还是主语了，成了。
哎，但是这个辛巴这个动作呢是人做的，哎，猫没被抓住逃走了。这个语法意义就是最后这一句说，在一个动词过去时动词的前面带一个马，是个否定的，然后它后边呢是8日，哎，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它就是表示这个，就是之后，就是乃，就是哎，马行没有抓住之后呢，逃跑了，猫逃跑了，哎，马行8日。也读它一下啊，这个前边那个说我还查了一下，是166页，也看一下吧，可以调节一下。最上边一句，第2行，치마莽包说，哎，就是眼泪很多，掉了很多眼泪。说记住是这是过去时，这个它2个意思，一个是掉了，失落，掉下来。一个就是逃跑，翻回来咱们这个猫呢也说就逃跑了。好，咱们再读一遍啊。给龙给台巴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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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就马呢行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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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听呗。你该听呗，舅妈切的，舅妈切的，起拉米辛巴尔削肉，起拉米辛巴尔削肉，时间没问题吧？好，再来一句啊，又是萨迦格言，萨迦格言比较好，这个念着比较舒服。鱼咸来巴尔马大巴尔，鱼咸来巴尔马大巴尔，鱼咸来巴尔马大巴尔，鱼咸来巴尔马大巴尔。鱼是地方，咸是另外的地方，来巴尔是好好的，就是高质量的。大巴马大巴是否定了，大巴呢是这个了解。这个考察，观察，领会，理解，这个反正就是这些吧。分析研究，反正就是这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另外的地方还没有好好的观察过。这咱们就得看这个整个句子了，它这实际上就是跟咱们工作跳槽一样，说你那个新的地方没考察好啊，旧的地方不能丢，就是说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你知道它的意思，回来你就好理解了。余闲另外的地方，就是你现在站着一个地方，另外的地方没有好好的考察过，你别还没看好。以为那个地方能待，结果跳过去了不能待，好，结果旧地方也丢了。然后呢，你看这个马大巴日就是什么呢？就是否定的动词带8日，就是在新的地方没有考察好的时候，或者是考察的时候，你看那个乃就是也有可以以后，也可以同时嘛，在新地方没看好的时候。后边啊，阿玛内尼多尔米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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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是前者，原先的，前边的，原来的，前者，简单说就是前者。内地方。前边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先前的地方，新的地方没看好的时候啊，先前的那个地方，原来的地方呢，原来的地方呢，夺儿就是剖出、剖弃、舍弃、剖出。
这个咱们也那个对照一下原来的168页，连复习一下也好这个记单词。168页那个最下边那一句，咱们的倒数第2句的尾，叫第一句的尾也有，第一句的尾，你看几个单给朗多尔，几个单给朗多尔，朗是取的过未来时，多尔是扔，抛出去，抛弃，他俩合起来就叫取舍，朗多尔。他那个呢，是因为他用的是这个未来时，所以呢，咱们现在这个多尔呢用的是这个现在时，所以有这个前加字窝，就这个多尔，多尔就是扔掉，朗多尔，朗是取的，这个取，多尔是扔，所以这地方是扔。然后米卡就是不应该，也可以说不做，不要做扔的动作，就是说你新地方没考察好，旧的地方呢不要做扔的动作，不要扔，不要丢。也这个咱们说过，这个卡呢也可以做的未来时，也包含未来时包含那个应该的意思，不应该扔掉。它译的是什么？叫不能丢啊，不能也是带有不应的意思。好，咱们在下边啊。冈巴雅季马祖班，冈巴雅季马祖班，冈巴雅季马祖班，冈巴雅季马祖班。冈巴实际上是4肢，在人来说呢就成了脚了，实际上就是指这个动物的4条腿儿。冈巴雅季，雅是肢，季是一只脚，一只脚。人把手解放了之后，把手不算腿儿了，对吧？一只脚。马祖吧，祖吧是什么呢？基本含义是种植，就是把种子种到地里头，也包含把树种树，就是把一个树插到地里头，所以它插入，竖起来，竖立起来，有这些意思。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脚啊，说一只脚没有插住，也就是说你没有站好你的地方，没有站踏实。这个插住有这个站牢靠的意思，他这儿呢译的没有一个意思，没有这个牢靠，译的说一只脚还没落地，这个都可以了。但是他这个意思就是插住，站好了。然后呢，他这个也是这个语法意义也是这样说。一个动词前边是否定的，然后8日后边呢，它没有那个，就是说它不是做状语的，它不是用它来形容另一个动作。如果用它形容另一个动作，这8日就成了拖野地，成状语了。它不是形容另一个动词的，所以呢，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变成这个乃，就是这个之后啊，或者是说这种情况下呀，在一只脚还没站好的情况下，你ga带呢？给外狗，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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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2者，带是抬起来。如果2者抬起来，那2者指谁啊？一只脚还没站好，就是指2只脚。2只脚都抬起来。如果2只脚都抬起来的话。给外骨，给是倒，就是倒下，躺倒，倒的音，如果你一只脚还没站好，2只脚都抬起来，说这个2只脚实际上等于说一只脚还没落地，另一脚就抬起来了，这就成2只脚都抬起来了。如果2只脚都抬起来的话，你就成了倒的音，倒的音呢，就是说你有这个音呢，果就是倒了。那个它是倒的音嘛，就是你这个动作是倒的音，有了这个音就会有倒的果。这就是为了说明前面那个道理啊，又举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大家都共许的普通的例子啊。好，读一遍啊。
于贤来巴尔马大巴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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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奈尼多尔米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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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巴雅吉马祖巴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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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嘎戴那给外狗，你个在哪给外狗？尼嘎戴那给外狗。你个在哪给外狗？时间48，看一下后边复杂不复杂啊？来一句吧。3拉，这是连词，也代表然后以后的意思，用于前一分句命令式之后，其后一分句也是命令式，咱们见过吧？就是两个命令式之间的连词是拉，见过不少次，其作用与乃相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接一个，就是做了这个还做那个，就是也算一个连贯词。就是拉是两个命令式之间连词用拉。咱们来看啊，给别写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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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的嘴，这个写是嘴跟脸的敬语，或者脸或者口，这地方肯定是口了。从国王的嘴里，然后你去看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动词送所，说，从国王的嘴里说，也就是国王说。国王说什么呢？看啊，可以让伦包他们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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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让是你们，伦包大臣，你们大臣，他们见所有的，你们所有的。这儿就不是大臣了，叫使臣，就是唐王对那个来求婚的这个使团的这些使臣们说，你们所有使臣，然后啊，七日送了，七日送了，七日是往回，送是走，回去吧。然后这是一个命令，你们这所有的使臣啊，都回去吧，一个命令，跟下边一个命令呢之间用拉。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句子，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那个，他不是出了很多考题吗？这又是出一个考题，什么考题呢？就是带到迷宫里。对，就是集合了他们之后到皇宫里头转，给他们都转晕了，转迷糊了，都不知道转到哪儿去了。然后唐王说：“你们所有人都回去吧。”看后边啊，还有要求，后边还有一个命令说：“让给康巴。”涅巴尔开西，让给康巴涅巴尔开西，让给康巴涅巴尔开西，让给康巴涅巴尔开西，让是自己，让就是自己，也就是各自的康巴，各自的房子，也就是他们住宿的地方，住所。涅巴找到，开西就是做，这是做前边这个动作了。西是命令式的语气词，就是要找到各自的房子，你们找到各自的住所，就是回你们家去，回你们住的那叫使馆，叫什么，反正叫寺啊。那个时候不是外国使者来了叫寺嘛，不过那个时候寺已经变成这个佛教的这个专用名词了。这个两个命令，然后啊后边还有忒续涅巴拉，忒续涅巴拉，忒那个一般呢是指前边的东西，或者是指紧接着前边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你得那个根据后边的意思啊来判断一下它是指谁。续是谁，不要后边仨，苏就是谁，加个仨变成句格，变成这个主语。谁涅巴找到了，谁找到了，谁找到了，然后前边是宾语，谁找到了他，
你可显然是什么？这个他指什么呀？就是你自己的房子。谁找到了自己的房子，然后呢，涅巴这个巴移名词化呀，它就可以代表这个什么呢？谁找到了自己的房子，然后一带一个巴就变成什么呢？找到房子的那个人，哎，谁找到了房子那个人，拉就是对于他，哎，对于这个人干什么呢？普木代日送所，普木代日送所，给女儿，哎，代日给，说给谁呢？拉给前边这个人，给谁找到了自己的房子，就给谁，公主就给谁，哎，说了这样的话，哇，出了个难题儿。结果那不是那个格尔同志就来了一个，他听着那个钟声不对哈，他就进一个门呢，画一个蓝记号，哎，结果他回去，他当然就好回去了。他看哪个门有他画的记号，他走哪个门就倒回去了。好，读一遍。改别贤内，改别贤内，太让林宝他们姐七日送了，太让林宝他们姐七日送了，让让给康巴涅巴开西，让让给康巴涅巴开西，忒续涅巴了，普木代尔送所，这回差不多了哈。好，读一遍，翻到177页最底下一行。达以帕瑞血把，养那让你恰巴尔狗，翻过来，开背闲了谢把，养那席位内属主，诺尔不记住干切的，民那家缺领那内，米西爬多尔内，缺行松瓦，国块的，看内缺台松所，隔壁山上送东西穷的，上东你去送渡钱，上你东你拆度绝北有戒度加尔的，切呢给包糖军猫，拉索把他们借给给到，张荣给奴，窟窿度群呗，拉玛努穷瓦堂节的，南部铺，热恰登堂，拉美恰大，登堂节把皮内，太阳均餐罗具，西巴日虚的，吐拉多巴日修虚，听大给谱，潘群度戴毛拉着呢，恰提给拉读呢，且开始行，南卡拉普的着，
哈基给缺给空瓦呢，哈基给缺给空瓦呢，带动给松来腾，带动给松来腾，恰瓦切穷扛切个，恰瓦切穷扛切个，开白大度真得恰，开白大度真得恰，雪瓦白的巨那样，雪瓦白的巨那样，卡多嘎瓦米西多，卡多嘎瓦米西多，伦包那人，伦包那人，开他们姐带那，开他们姐带那，那样单白，那样单白，苏米带那，苏米带那，新给哈迪米单白，新给哈迪米单白，托马尔爱哈迪赛，托马尔爱哈迪赛，他呢开让俺血迹解锁，他呢开让俺血迹解锁，给龙给台巴汤，给龙给台巴汤，起来就马来心来，起来就马来心来，你该腾白，你该腾白，就马切的，就马切的，起拉米心巴儿小肉，起拉米心巴儿小肉，鱼鲜来巴儿马大巴儿，鱼鲜来巴儿马大巴儿，俺妈奶你多尔米强，俺妈奶你多尔米强，刚把牙鸡马祖巴儿，刚把牙鸡马祖巴儿，你家带那给外狗，你把带那给外狗，给别些呢，给别些呢，开让伦包他们姐妻儿送了，开让伦包他们姐妻儿送了，让给康巴捏巴开心，让给康巴捏巴开心，开续捏巴啦，开续捏巴啦，父母带儿送送，父母带儿送送。好，休息。